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要人家是我们好。双手不是软弱，是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虽然我们今天人比较少，但是我们一起起立，在虽然下雨，但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跳脱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云抛在脑后，全心开口向你呼求，爱像狂浪席卷我。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所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神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如今我已不再是我，
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甚至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神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甚至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甚至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神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哈利路亚！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求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我亲爱救主，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
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主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宣告，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
愿你加深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也求你常让我们谦卑自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的信心都坚定不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成为忠诚的信仰传道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显现出你的恩典。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你的生命求。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限制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能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请坐。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你总是在我们身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软弱，一不小心就犯了错，偏离了你的道路，做了你所不喜悦的事。但因着你的慈爱与怜悯，总是不离弃我们。谢谢你一直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继续谦卑悔改，寻求主你的心意，顺服跟从你，好让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不致迷失。我们要一生快跑跟随你。主啊，也愿你的话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我们能够被你的话深深的触动，擦出生命的火花，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继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做你看为正的事、对的事，不偏左也不偏右。感谢主，无论我们年纪多大或是多年轻，你都看重我们每一位。无论我们能为你做大事，或者是那微不足道的小事，你都悦纳，你也不轻看。主啊，这时我们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常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公祷的事项，我们持续的来为我们教会肢体需要代祷的人，一起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来看教会消息，今天在台语堂已经有颁发我们的奖学金了，有国小、国中、高中、大学这些新兴学子哈，我们也持续来为他们在求学阶段能够不离开主，然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为他们持手来祷告。那我们来看第二项，知美牧师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长职补就任及长职培训。第三，10月6号举行本年度第5次圣礼典，请要受洗、坚信礼或是涉及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向牧师报名。那礼拜后，直接召开临时和会办理长职改选，所以我们那天没有华语礼拜。好，所以大家我们
一起来参加台礼拜，然后礼拜完之后，我们要办长职改选。那即在人在会员名单、长职候选名单暨推荐名单都已经张贴在公布栏。那如果你不方便有事不能出席的，的会员哦，请务必向小会来请假。好，我们来看第4项，10月27号是我们本堂所定的音乐见证福音主日，我们还有1个名额哦，好，剩1个哦，大家要把握1年1度能够来分享主在你生命上的美好，好，可以赶快来向牧师报名。那再来看第5个，各团契会长要赶快提交你们的第4季服事排班或者聚会主题给干事。那团契消息跟肢体消息，我们就还有奉献明细就自己来看。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历代志下34章26到2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致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正道今天一节牧师带来的是信仰传承的重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外边还在下大雨哈。好，那首先我们先我们先欢迎廷一执事强势回归，拍手来啊！你看一回归就跟牧师搭配，哇，我多荣耀啊！多荣耀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晴天雨天，我们都知道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在当中。也当有这样的一个大雨的出现，我们更能够深深的知道我们的渺小，我们多么需要。从我们的良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依靠者，一个保护者，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者。求上帝的话亲自临到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坚固他们的心，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牧师要用信仰传承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从一些的企业家的一生，我们看到有他们很认真打拼建立下来的事业，但是他们要将好的理念、奋斗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家的第一代离开之后，公司的经营是呢越来越往下沉了。第二代勉强，第三代可能就不行了。我们甚至要看到他们的儿孙为了财产吵来吵去。这样的情形，其实在我们台湾很常见，不只是企业家，其实我们教会也有爸爸走了哈，为了财产哈，在那边吵来吵去的哈。记得牧师有一次去医院探访一个长辈，很巧就遇到那个长辈的妹妹，闲谈之中才知道这个妹妹已经70几岁了，从小是在建成教会长大了，哇！我是关怀牧师嘛，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把握的啊！牧师就跟他闲聊，然后了解然后最后说你现在在哪一个教会聚会啊？他说牧师，我因为年轻就嫁给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先生，我早就离开教会了，而且我现在跟他一起在拜佛。哎呦，你看牧师听到这个当下，心里面其实很纠结、很震撼。但是又万般的不舍啊！有道是富不过3代，其实就是信仰要传承下去这一件事情，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牧师有一天跟一位退任的长老在那边聊天，聊什么？聊我们还两个聊教会长老教会目前的教室的一个情况，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人都不见了。我们都知道这30年长老教会用了很多的策略方法，但是改变还是有限。然后这个长老他就提出了一个重点，牧师不要讲那么多传福音的方式啊，只要将我们离开的这些会友、儿孙找回来，我们教会就坐满了。我们10月6号要长职改选嘛，我们都有会员啊。你们那个现在是急在的哦，你们现在看的急在的哦，我们还有急在人不在的哦。我们急在人不在的比急在人还多，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他这样讲也很有道理啊，把这些急在人不在的人，不管什么原因的找回来，真的我们这教会都坐满了，容易吗？其实这件事情啊，义节牧师8年前来见证的时候，郑梅长老当国会部长，他就非常的热心。我们就跑了很多这个急在人不在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虽然我也很会关心，但是他回来就是不回来。我们知道，其实上他是很困难的，信仰要传承下去，要让这个人已经跌到谷底，要重新踏入教会这个大门，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按照教会读经的进度。牧师不好意思问有没有读经哈？我们这2个月都在读什么？来，总会知道的吧？子怡，这2个月都在读什么？历代志啊！我们这2个月都在读历代志，到昨天全部结束了。今天开始要读耶利米书，希望牧师也希望说，还是再呼吁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上，每天其实1小章。1小章，那我们就跟他跑。历代志下最后1章36章，短短的1章里面记载了犹大4个王。这个4个王早就都惨死，有的眼睛被挖掉的啦，很多都惨死。这4个王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愿谦卑听先知传达上帝悔改的话。因为这些王只有想到自己啊，当王只有想到自己呢，我们如果以现在的政府官员，他们如果想到自己的话，下面百姓很凄惨的，很凄惨的。小到一个乡，如果说是贪污黑道，这个乡很可怜的，一个县，然后总统，我们看很多中南美洲很多都是啊。这个王他只想到自己，以至于国家灭亡，圣殿被拆毁，圣殿里面的金银财宝全部都被拿走，百姓什么都被杀死，没有被杀死的全部被抓走，掳到巴比伦。我们可以想象，这如果拍成电影，不会比失速列车还难看，一定比它还凄惨，很多的人尖叫，很多的人就好像战争一样。我们都知道，历代志是写给那些被掳归回的、重建圣殿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读的。被掳归回来，他们最大的重点就是要重建圣殿。他们被呼召，70年之后，他们被呼召，走了千万里的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面对新的环境，生活上种种的挑战，他们要如何将信仰坚持住？这就非常的重要。在某一部分来说，我们如今的基督徒啊，就好像那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上帝从这个世界呼召了我们，要我们来盖属灵的殿。属灵的殿，我们要如何持守这个信仰，不受这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的诱惑对我们诱惑太大了，太大了。保罗讲过，我觉得其实牧师也是，我觉得保罗说，你不要想去对抗诱惑，你看到诱惑，你只能逃跑，你只能逃跑。
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被诱惑的。我们能不能不被诱惑，而且在上帝敬忠、热心服侍、献心献银，然后将美好的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是只是自己好，我们如何要把信仰传承下去？很多的牧师的小孩也有离开教会的，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最近也有牧师家庭里面出现了问题，太太执意要离婚。为什么？其实很多的问题很早就可以发现，但是没有注意，我们都没办法接受那个魔鬼的那个试探跟挑战。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34章28节，28节，我们先看28节。28节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也就是上帝说：“我要使耶西亚这个王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以这地和其上居民一切的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去，他们跑去问先知，先知这样跟他讲，上帝跟他说，他们就去回复耶西亚王。上帝给耶西亚王很大的一个祝福。在混乱战争的年代，你能善终平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BB 扣都会爆炸，BB 扣都会爆炸。任何的情况，我们看到，不管乌克兰、中东，你看现在的战争。牧师看过一部电影，在2次世界大战，一个中尉，他的生命可以存活几分钟。好像有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他说在战场上面其实他没有几分钟，他就会挂掉，死很多人。所以我们要能够很善终是不容易的。从以色列历史来看，那么多的君王，我跟你讲，最后面是个坏王，甚至是耶西亚的父亲。耶西亚的父亲登基22岁，他只有做王2年。为什么？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他的罪恶越犯越大的时候，上帝处罚他。就让他在宫里的那个臣仆杀掉他2年。这个事情其实也让我们如今的教会很大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教会有没有走在正道上面？教会如果不走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离开真理，牧师长讲教会就是包含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属于教会的，我们不能离开教会。你有没有走在正道？当人离开真理的时候，我们渐渐教会就有一些问题会产生，分党结派，彼此相争。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教会就没办法实践耶稣所谓的爱的诫命啊！这个爱的诫命，我们刚刚在练新的诫命，爱的诫命啊！如果没办法实现爱的诫命，这样子教会吵吵闹闹，有的教会的教士越来越少，就是自然而然的产生，那个是一个结果。我们从它的原因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了。耶西亚是犹大里面的历史里面最后一位好王，他8岁就开始坐上那个王位。我们刚刚讲了嘛，他的父亲在22岁继位，2年之后就被杀掉。他儿子8岁做王。经文说因为如果大家有看圣经你们要翻也可以翻一下前面有圣经历代志下34章我们翻一下好了，大家摸一下圣经好了历代志下34章，牧师记得了大概从第一节在讲耶西亚王的背景。好，牧师来读。他8岁做王的第8年，也就是16岁的时候，他开始执意要寻找他列祖大卫的上帝，他要走在正的路。等他做王12年，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开始宗教的改革。等他做王18年的时候，就几岁？18加8 ，26岁，他开始就是要修复圣殿，他要带领百姓重新恢复对上帝的敬拜。你们在读这个有没有产生怀疑？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常常有怀疑，为什么耶西亚他8岁嘞，他有办法一步一步带领犹大往好的方向前进？
他做王才8岁。我们之前有读过，前面有一个叫做耶阿斯王的，有没有？就是知梅牧师在上次讲到的时候，耶阿斯几岁？7岁就做王。耶阿斯的历史就是耶阿斯的那祖母上来之后，把他们全部的家族人全部都杀了。耶阿斯的姑姑就把他偷藏起来，藏在圣殿里面。所以耶阿斯还有一个姑姑，还有他的大祭司姑丈陪着他，扶持着他。所以耶阿斯是有人帮忙了。可是耶西亚圣经上面没有说，那他为什么有办法一步一步带领犹大往好的方向？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的怜悯啊！上帝为犹大留了一盏灯，上帝在年幼的耶西亚的心里面种下了一个敬虔的种子。这敬虔的种子就是人的良心啊！上帝创造人，将良心安置在人的心里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上帝都有把这个良心安置在每个人。当你犯错的时候，你的良心会斥责你，你的良心会让你很不安。但是你如果执意受下去，你这个良心会习惯，因为它已经遮蔽了。偷东西的人第一次会不安，偷2次、3次他不会。我想在场的人要作弊，你一定会很担心。很少作弊人做1次弊吓死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做坏事的人他们睡不着，晚上会被清醒？那个就是良心。我们这个良心帮助我们分辨好跟坏。耶西亚的父亲亚门，他是一个坏王。上帝也给他那个良心，但是他的良心不愿意回应上帝给他的光。但是我们看到耶西亚的阿公马来西原来也是一个坏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坏的事。我们如果读心眼光，就看他后来被抓走了，但是他悔改，他的良心愿意怎么样？重新回应上帝的光，他愿意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回到那个场景，那个时候有很复杂的一个政治，南边有埃及强大的国家，北边有亚述，宗教呢有很多的宗教，其实跟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信仰的环境是一样的。所以耶西亚他要宗教改革，一不小心其实是很容易失败的，甚至是他这个王位就像随时会被杀掉的。我们看很多的宫廷剧，其实不就是这样子吗？但是耶西亚他一心一意，他要追求他的祖先大卫的上帝。当他对上帝的这个敬虔的力量带领他一步一步来改变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在耶西亚的执政的前18年让他看到耶西亚他不止敬虔哦，他的敬虔会影响到他身边的人哦。我们看到也有许多祭司、利未人、众官员百姓，他们的良心也愿意回应上帝的光对他们的邀请，他们协助耶西亚同心合意，在全以色列做宗教上面的改变。他们除去了一切的偶像，不只看得到，以我们现在来讲，看不到的偶像，我们是不是被金钱的偶像蒙蔽了？我们是不是被某一种的东西蒙蔽了我们的心？当他这样18年努力了18年之后，从8岁努力到26岁的时候，当他就在修复圣殿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律法书。我们从经文知道律法书是什么？律法书写的是从摩西写下来，上帝亲自让摩西写出了什么？律法书是上帝对他的选民写的咒诅跟应许的话，也就是说，律法书上面很清清楚楚写的对选民的咒诅跟应许。耶稣看到律法书里面的内容之后，他马上撕裂衣服，认罪悔改，因为他知道
犹大这个国家背叛上帝，他知道后果就是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我们再来看34章26到27节，34章26节到27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佩，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应允什么？应允刚刚讲了28章28节所讲的，会让他善终。在耶西亚在的年代，上帝不会把这个国家毁灭，因为他愿意悔改。寻到律法书在某一部分来讲，是上帝对耶西亚王这18年来的鼓励。怎么样说呢？他这18年来，他战战兢兢啊。牧师查了很多的书籍，有的书籍讲说耶西亚是一个孤独的王啊。我们也可以看他的文字，每个人看文字不一样。众人在他面前，如果说我们看一下那个好像有一段34章第4节，是不是？那个刚刚有在翻圣经了。众人在他的面前，将一些偶像什么除掉，啊，对。另外一个解经家他说，众人啊，一定要耶西亚王在那边监督，他们才把偶像除掉啊。意思说耶西亚王如果走掉，他们也不想做啊。有很多种，所以他这18年来，他战战兢兢，他坚持宗教改革，他承担了无数的压力啊，很多的压力啊，不管内跟外。如今呢，看到律法书，他知道他的努力的方向是对的，他这18年的努力是对的。牧师想到耶西亚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激动。他正是会流下很开心、欢喜的眼泪。历代志，也就是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主题。我好像上次牧师讲到有讲，你若寻求上帝，上帝必会让你寻见；你若离弃上帝，上帝必会永远的弃绝你。这是非常严重的话。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连结我的，我也连结他，并会结很多的果子。离开我的，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上帝对所有他拣选的儿女做主跟应许的话。这个做主跟应许的话，不只是对当初被掳归回那些以色列百姓讲，也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受洗，这只是开始而已啊，弟兄姐妹。这只是开始。这样信仰的路上面，你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也很多你的信仰前辈已经离开了，但是也有更多的信仰前辈坚持到底。当耶西亚他看到律法书之后，他马上做出回应的行动。他可以2条路选择，他选择的是为了犹大得罪上帝，他悔改认罪，并且带领众百姓重新跟上帝立约啊，要除去一切的偶像，尽心尽力跟随上帝啊。我们走错路没关系，重要是我们要愿意悔改，我们重新来跟上帝立约。弟兄姐妹，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是耶稣救赎的恩典也早就临到我们。我们就要常常在恩典的当中，我们不能因为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看作理所当然。我们要在这个理所当然的当中，怎么样？认罪悔改。我们不要消灭圣灵常常对我们的提醒啊。我们要一直由旧换新，不只是你们，牧师时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每日在思考？我们有没有走到主的正道上面？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容易吗？很难啊。听说我们
礼拜四社青的聚会，哦，有一个小白兔跑进你们的那个丛林里面，大家吓一跳，是不是？哦，听说，但是它不是小白兔，它是大野狼，大野狼哈。听说你们分享啊，听说佩义讲一句的时候，他就说正好，哦，哎，这个是一个大野狼冲到这个你们这个聚会的这个里面当中，彼此相爱，爱不一样的真的不容易。感谢主，志梅牧师，听说志梅牧师也很有智慧，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彼此相爱最基本的、最低的，我们就是要接纳，我们要接纳不同的，接纳不同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没有比较另外一个好，比较别人好。我们有没有彼此相扶持？我们有弟兄姐妹跌倒了，我们有没有相扶持去关心他？周报里面没有讲的，我们这个礼拜其实是很忙的，哦，教会很忙。礼拜五牧师去主持了一场告别式。那礼拜五那天，文和长老跟郭连吉长老这两个70岁以上的长者哈，他们也代表教会牧师到高雄这个部落里面，大概海拔1100公尺这个部落里面去参加我们一个弟兄他的妈妈的过世的告别式。因为原住民的告别式好早，7点半告别式，7点半告别式，也就是说他们前一天就要下去了，然后舟车劳顿到上面。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爱带到那边去，带给我们那个弟兄，安慰他，扶持他。牧师那天也是，礼拜也是，从1点礼拜开始告别礼拜，我们12点我们几个长老就出发，然后陪着他们到金宝山。牧师也是第一次到金宝山里面，里面非常的很高级的一个那个装潢，然后一起到结束下山，他们到海霸王吃饭，已经7点半。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陪伴这些家属遗属，能安慰他们。我们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我们有没有常常预备我们自己？当上帝对你的呼召来临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使用。在8年前，上帝呼召2位牧师出来建城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大牧会的一个挑战。我记得在很早牧师有讲过，我如果知道建城这么乱，我们那时候应该不会来，也不敢来。那时候的建城在信仰上有彼此很大的一个张力跟拉扯，对意向看法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向跟目标。感谢主，2位牧师看到上帝给建城教会的意向，这个意向不容易，但是上帝光照我们2个牧者的良心，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愿意用敬虔的心带领弟兄姐妹一步一步来建造建成教会。感谢主，这8年来当中，很多的兄弟姐妹，你们的良心也愿意回应上帝的这个光来邀请你们，和牧者一起来打拼。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自由意识，上帝给我们那个良心，良善的良心，但是上帝不会勉强你。当上帝对我们发出邀请的时候，如果你要拒绝，你要封闭，上帝不会勉强你，上帝不会勉强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的改变。这8年来，特别是所有担任过小会员的长老们，这8年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我们小会员要处理很多的事工之外，处理很多人的事情，那个是非常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又不是像说底下是公司的员工，怎么样就把他开除。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些长老们带头承担很多的责任，包括已经蒙主恩召的弘毅长老，以及我们看到很多的执事、同工、兄弟姐妹一起努力，我们献心献银，
牧师这8年来，其实我们建成也花了很多钱哦。我们不管外墙的修缮，以及每个楼层的冷气。我们在这些事工中，我们在任何的团契当中，就像刚牧师讲的，在社青都在学习。我们1个礼拜、1个月、1年、2年，如今已经第8年。家长，如果你有参加夜团一项，每个礼拜5都要来，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如今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渐渐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显现。这个爱不只在教会显现，也会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里面显现。我们建成，我们有爱，同意吗？这么沉重。现在只要出去每个场合只要我的脸书好友碰到我们建成，我们有爱，感谢主，感谢主哈！我们这个绝对不是口号，我们这是上帝给建成教会的鼓励，就好像耶西亚找到那个律法书一样，这是非常的宝贵，代表我们过去8年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是走在对的方向。我们也有爱来爱我们的另一半。纵使他还不是很认识上帝，还没有认识上帝，我们都用我们的爱来认识我们的朋友。10月6号就是第一次的4年1次的长子改选，这对每一个教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次的变动对建成这样历年看来的话，变动也是很大的一次，仅次于上一次那个男长老变成一堆女长老上去那个异动这一次的异动其实也是非常的大。我们这次要选出6名长老、12名执事，大家都在电梯公布栏都有看到。感谢主的恩典，在长老的部分，除了原来我们有3名很尽职的长老，利坚长老、敬会长老、真美长老。经过了8年的时间，上帝又帮我们预备了6名有受选资格的执事我们要选长老，一定要2任执事的资格。你不是进来，我是台英的副总，我就可以来选长老，而不是我母会的那个台英的副总，那时候他选上，他只是选上执事，因为还是要照规矩来，不管你在外面的头衔是怎么样我们这8年。我们有2任执事，在执事上面，上帝也为我们在平常在我们教会各团契尽心参与服事的兄弟姐妹，特别是看到我们都有看到那个名单，特别看到有一些新一代的青年，他们愿意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当有一些教会为没有青年在烦恼的时候，我们有一堆青年。当有一些教会，他们对教会施工的参与度非常冷淡的时候，我们建成的 DNA 不一样的我们是非常火热的因为我们透过建成开拓的教会有时间，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意思，这是建成的 DNA， 所以我们要传承下去。当有一些教会为了选举的事工在吵闹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是上帝给建成教会很大的鼓励，这是给建成教会很大的鼓励。夜谈，这是给建成教会很大的鼓励，让我们这8年在意向、在进前当中，我们建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建造了一个服事的教会。2位牧师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参与任何的服事，除了礼拜之外，团契也是服事。现在爱后爱3小组的洗碗，那个都是服事，任何都有一个服事，因为你只有直接参与服事，你才能够经历很多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在进前中建造一个爱的一个教会。教会不可能完美，就像家庭里面，偶尔还是会吵吵闹闹。上个礼拜。就有一些长辈在那边吵架，吵到后来还有一个长辈拍桌子，牧师看了都好笑。
但是他们出发也是为了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拍子的这个姐妹她怎么样去做调整，另外的一些人怎么样去做调整。耶稣的命令就是到我们做不到，他要我们一起努力，彼此相爱。他知道这个爱是非常的难，尤其是爱你跟你不一样的、频率不一样的、习惯不一样的，那个是非常的不容易。上帝也让我们看到建成在信仰的上面，是一个愿意给年轻人有服事机会传承的一个教会。透过一代又一代，我们一棒接着一棒，我们同心合意往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建造荣耀的上帝的教会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我要看见，盼望上帝照到摩西的光，也照亮到你的良心。这个良心可以洗净一下你内心的污秽，这个良心也让你愿意承接这个世代上帝给你在建成教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上面的一个使命。我们跟着敬拜团来一起来吟唱这歌。将神同在，在你自命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自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弟兄姐妹，让我们闭上眼睛。今天在礼拜开始之前，在台语开始礼拜之前，有一个长辈就来跟牧师，我能不能耽误你5分钟？我觉得我这阵子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忧愁，也很容易发脾气，甚至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不耐烦。他说5分钟，他讲了快10分钟，一直跟牧师讲。最后牧师跟他说：“你有没有读经祷告？”他愣住了。我说：“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当下有没有求耶稣帮助我？”他的一脸的迷惑。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在生命中许许多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再看问题，我们不要再看我们的难题，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眼光看向耶稣？我们求耶稣来安慰我们的心。我们相信有这位神，我们也确确实实相信他。我们不要想用人的方法、人的计谋、人的策略，想要来转变什么事情。我们将我们一切的忧虑、挂虑，我们交给上帝。当我们交给他的时候，当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当你愿意依靠他的时候，上帝的平安一定会临到你。就如同葡萄树，当我们这个枝子连接在上帝的随时连接在这个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这些果子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挑战。
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信仰影响到我们这个信仰群体，让我们将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信仰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在危难当中一个指引跟盼望。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和天上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用欢乐的心来唱最后一首歌。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